香港係一個多元文化嘅大業，佢有接待世界涵容異同嘅能力。我年輕嘅時候，憧憬着電腦能夠幫助人類更加愉快、更加輕鬆，於是就投身喺科技行業，並且引以為傲。喺30年間，我睇到科技帶俾人生活方便，亦睇到佢帶俾世界危機，帶俾人嘅壓力同埋人際關係嘅疏離。我不斷懷疑，科技對人類究竟係有益定係有害呢？喺1992年，我有幸得聞佛法，知道科技嘅善惡喺使用者嘅理念同文化，所以如果想真正幫助人類嘅話，就要從淨化人心、厚植文化着手。終於喺2002年離開咗科技行業，投身喺經典文化嘅推廣道路之上。呢個係人生道路上嘅一個好浪漫嘅回眸。學《論語》是學佛的基礎。有位朋友送咗一本靜思語俾我，佢以通俗嘅文字將人生嘅意義講得非常通透。説好壞生常。我喺香港嘗試向學校推廣經典，決心自己辦學，但係喺我毫無頭緒之下，重新翻讀靜思語，從中悟出先求人格，後求卓越嘅道理，恍然大悟，彷彿知音，自然地就將呢句説話作為我辦學嘅基本理念。我揾到香港自製人，幫助佢哋喺香港成立咗文化公司，推廣靜思文化出版嘅書籍。心量大，福就大，甘願做歡喜獸耶！20幾年嚟，香港每年都舉辦亞洲最大嘅書展，慈濟文化從不缺席。我睇到慈濟嘅義工們喺香港推動好話一條街嘅活動，佢哋耐心咁向商家介紹慈濟。我睇到佢哋走入狹小嘅劏房，關懷弱勢群組。我知道佢哋行善嘅道理唔係與生俱來嘅，而係經過不斷嘅付出、不斷咁分集，就會想起《論語》裏邊嘅第一句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慈濟人亦經常會被人誤會、拒絕、批評，但係始終不可不卑。呢啲唔係就係《論語》中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慈濟唔僅僅係一個慈善組織，佢更係一個理念、一種精神、一種對人類善嘅呼喚同埋體現。慈濟嘅志工將《論語》弄活咗，而慈濟本身就係一本活嘅經典。喺香港呢個多彩絢爛嘅城市，為更多無助者帶嚟愛同希望。